點樣用直髮鉗唔傷頭髮，夾得佢更加直更加靚。OK， 好，第一樣嘢你哋要記住，喺用直髮夾之前，一定要嘅頭髮係要全乾，頭皮要全乾。解啊，就咁夾乾就咪得咯。Sorry 啊，如果個溫度咁高，把頭髮咁濕，你一夾落去就會點啊？產生蒸氣，咁蒸氣會有機會點啊？蒸氣有熱力，有蒸氣嘅時間就會落到你嘅頭皮，又或者你夾嘅時間出煙，夾到你嘅手會有淥親。所以你一定要記住係要全乾。第二，我哋喺夾頭髮之前，你必須要噴一啲有修護性嘅嘢，最好有抗熱、抗氧化。將把頭髮首先我哋要噴咗佢先，噴完唔好即刻夾喎，因為佢吸收當中要俾少少時間佢吸收咗之後。第三，你必須要疏通，你疏通嗱，唔好諗住由頭梳到尾咁棘嘅，打棘整傷把頭髮，你夾完把頭髮咪傷咯。我哋要係由尾慢慢好溫柔嘅梳上去，梳到成把頭髮通晒啦，咁你先至攞個直髮鉗去夾佢。OK， 第四，你哋要記住，因為每一個人嘅頭髮嘅髮質唔一樣，唔好下下都用200幾度去夾把頭髮。如果喺今時今日好多人染過髮、漂過把頭髮，頭髮比較幼、比較脆，我建議你用80度至120度嘅溫度去夾把頭髮。有可能喎，喂，我夾到80度，夾完之後把頭髮都好似唔夠直，你就慢慢將你嘅溫度提升，盡可能唔好太過去到200度，因為點解？頭髮咁幼，你用咁高溫，令到把頭髮膨脹，把頭髮原本唔傷，就會令到佢好傷。所以我哋一定要識得點樣去選擇溫度。頭髮好粗硬，你天生邊冇漂過或者冇染過頭髮，你可以用180度或者去到220度都得嘅。OK， 清楚夾頭髮之前，你要清楚自己嘅髮質啲乜嘢。OK， 好啦，到我哋夾點樣唔傷頭髮啊？因為有好多人夾頭髮咧，好得意嘅，佢就同你講，例如我夾把頭髮，我想夾得佢直喎，係咪？夾得佢直，佢就會做一個動作就係咩？不停咁樣去夾。好啦，今日我教大家唔好咁做。點解有見到人咁樣做，我嗌你唔好咧？你不停摩擦佢，乜嘢啊？會產生靜電。OK， 我建議你哋，如果你把頭髮真係比較係健康嘅，可以做咩咧？夾住佢，慢慢1、2、3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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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，慢慢放低佢。好啦，你見到其實我夾一下，已經把頭髮好足夠，已經係掂到咗直。OK， 今日我分享咗呢一樣嘢，啲夾頭髮唔會傷頭髮嘅。OK， 用最簡單嘅方法，呢5個步驟。如果想把頭髮再靚啲嘅，夾完你可以用一啲咧再修護嘅抗毛躁嘅產品，喺少少留翻喺個面頭度揩翻佢，咁你就會見到你個髮型嗰個直頭髮唔傷，效果仲好顯著添。希望今日我呢條片分享俾大家，可以幫到你手。大家好，我係頭髮顧問 Stanley。如果你有頭髮上以後嘅問題，隨時留言俾我，我會盡快覆你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